點樣決定設計呢個議題咧？就係由於設計師嘅對文化嘅關心，我哋公司最成功嘅就係亞洲藝術節同埋電影節嘅。咁尤其是亞洲藝術節，我哋係做咗好多屆，記得佢比較投入同埋參與得比較投入嗰一屆係我用七巧板做呢個創意係即係一個小組，大家其實係大家設計師都一齊諗嘅，因為我哋嗰個時代，我哋好重視呢一個 project 嘅，差唔多每年都贏嘅，但係佢好投入去做呢件嘢嘅，譬如買七巧板翻嚟點樣將啲七巧板改變成為有唔同亞洲國家嘅文化嘅一啲圖案啊，點樣或者係點樣做嗰個背景嘅水嘅紋同雲嘅紋啊嗰啲啊，係點樣砌，點樣同呢個唔同嘅道具啊，咁佢呢啲係參與得好投入，對一個設計師對自己嘅文化嘅一個熱愛同埋一個對設計嘅一個主動嘅融合，亦都啱啱個題材係屬於東方文化嘅一個節嘅形象。整個亞洲藝術節個個案咧係一個咁樣嘅建立嘅本土文化形象嘅一個個案啦。咁呢個係由於熱愛自己嘅文化去決定咗呢個咁嘅設計風格。我哋好關心有一啲係本地嘅企業、本地嘅品牌咁樣。我自己最經典同埋最重要個案就係中國銀行啦。呢個係由一個徽字開始設計咗，首先喺香港用，至到全國做咗中國銀行行徽，之後喺80年代花咗幾年時間去教育個客戶，慢慢令到佢接受呢個企業形象嘅重要，品牌形象嘅重要，規範嘅一個整體嘅大嘅一個企業形象嘅規劃呢個工作，呢個係典範啦。到90年代係我不斷係去深化，同埋有好多機會做咗好多香港嘅品牌，而係嗰個個案特別就係我已經有好多呢啲經驗之後，而係主動地去關心一個本土品牌，因為好地道嘅民間嘅已經深入民生而係好嘅產品，而令到佢國際化，而係令到佢係再提升到一個另外一個層面嗰個工程。咁呢個工程係唔係淨係設計即係個風格嗰方面嘅決定，而係一個對一個品牌嘅增值嗰個係策略性決定設計嘅，即係一個品牌策略嘅決定設計。咁呢個劉小康嘅參與係好積極嘅。如果再講一個佢完全主動，而係我係睇到佢係好想佢自己做晒，而唔想我理嘅個案咧，就係屈臣氏嘅包裝咯。屈臣氏水平咧就係一個我覺得佢花嘅努力係好堅持去改變一個咁老嘅，已經係喺市場上邊係佔有率好大，而係已經個市場其實係生意好成功，而係好賺錢嘅一個咁樣嘅大公司嘅品牌，而係能夠接受到一個對嗰個包裝嘅容器本身嘅唔係一個淨係功能去決定個包裝點做，唔係市場同埋功能去決定點做，而係關心一個用家對用呢個產品嘅過程裏邊嘅生活嘅提升嘅一種咁嘅態度去設計呢個包裝。仲有一個附加咧，就係佢做完呢個水平之後，啱啱係100週年嘅時候，劉小康推動一個100週年紀念嘅12個水平，每個月出一樽，
係香港本土文化年青一輩啦，所以我冇參與嘅，就12個係我冇份啦。就佢自己有一個，咁係其他11個唔同界別嘅創作人嘅參與嘅一個評標，同埋好多工作坊、好多展覽一齊混合嘅。呢個係將一個品牌咧係去帶動呢個文化創意嘅推廣，同埋對生活同文化嘅交融嗰一個成效，咁個目標係好鮮明嘅。咁點樣去決定呢樣嘢設計？我好難用1、2個字嘅，即係佢係唔淨止係文化生活，而係精神生活嘅提升做決定咯。我覺得係。咁佢嗰個個案，我覺得係好成功。由於一個水嘅容器嘅包裝係一個好突破性嘅一個喺市場上邊嘅定位係好唔同嘅一個超越當時嘅一個環境嘅一個包裝，同埋佢利用嗰個包裝亦都衍生咗一啲文化活動同埋一個香港文化推廣。咁我覺得呢個係，如果佢揀一個個案係最成功嘅，我相信佢喺個設計事業佢最成功嘅個案就係呢一個啦。啱啱我出版咗一本書啦，書展有賣關懷的設計。呢個係我對於設計嘅事業嘅過程裏邊，我覺得我自己都做得少嘅。香港係一個唯利是圖嘅社會，其實我呢個設計師都唔係幾唯利是圖嘅，係好藝術家脾氣嘅設計師嚟嘅。我覺得設計唔係個人創作咧，所以我保留自己嘅一個私我咧，係等喺我嘅藝術創作裏邊。呢個私我係我自己，完全係我自己心願、自己心靈嘅一種發揮，係絕對個人獨立自由嘅創作嚟嘅。但係做設計肯定唔應該係獨立自由創作，係應該係一個為他者而創作嘅一種事業嚟嘅。所以係關心他者。咁最簡單嘅關心他者就係關心個客戶咯。咁呢個係最低層次嘅，只不過係客戶俾錢你就為佢服務，要佢要嘅嘢啦，咁就完成咗啦。但係我一向做設計咧，就係唔係話唔理個客戶，但係我最覺得個用家先係最重要嘅。即係因為客戶唔係用家嚟嘅，佢係為用家委託設計師做一樣嘢俾用家用嘅。因為自己做過10年裁縫，人哋好多市民我都做裁縫嗰10年咪浪費咗啊咁樣，我都以為係嘅，但係我覺得唔係嘅。咁喺後尾先領悟到，做裁縫係度身訂做，為他人做衣裳，你係要人哋穿得舒服，係適合佢嘅身材同埋佢嘅生活態度。咁我覺得呢一點咧就係做品牌都係咯，你係為一個企業嘅經營態度、佢嘅文化去做設計，所以都係咁樣。咁所以到我到比較晚期啲咧，即係我差唔多要退，我唔中意做商業設計。我依家已經唔做商業設計好多年啦。我喺做設計教育改革，我喺汕頭大學設一個學科，因為我覺得呢個世界發展好快，越快嘅社會發展咧，就越有問題，對呢個倫理嘅失落。咁我就設計咗一個課程叫設計倫理課程。最主要嘅重心思想就係以關懷嘅態度，關懷嘅態度唔係淨係關懷用家嘅。你為用家而做咗一樣嘢之外咧，你呢件嘢生產，你呢件嘢嘅用嘅資源，你呢件嘢用咗出嚟，對其他唔係用呢件嘢嘅人嘅影響都有，唔係淨係人，萬物。個他者點解叫他者咧？就係他者有好多隻 other being 唔係淨係人類嘅咁就係萬物。所以我覺得係為萬物有關懷嘅心係決定設計。呢個係如果你今日問我呢個答案就係呢個。我覺得係
佢處身嘅時代決定佢自己，即係話佢生長喺香港，佢喺香港受教育，而喺香港公司工作，然之後香港回歸中國，而係我又好積極咁樣係關心整個大中華地區嘅設計事業，而係佢好認同我嘅觀念，而係又係有咩機遇，即係前97後97，我哋面對好多困難，尤其是後97喺香港呢個市場面對困難係好大嘅衝擊嚟嘅，但係嗰個好有危機嘅一個環境咧，但係又有一個好大嘅機遇，就係我哋面對嘅大中華地區，我係好早去推廣設計喺大中華地區，然之後係睇到個機遇同埋睇到個潛力去發展中國嘅市場。咁初係我自己帶頭嘅，後尾新世紀中我開咗深圳分公司嘅幾年後，到劉少康積極，然之後帶咗高少康即係長住喺度發展得依家咁好，咁都係呢個就係呢個時空好特別嘅時空係決定佢。我覺得佢呢個年青人係有一個好知道自己要做乜啊！佢好知道因為或者係唔係受我影響都好啦，即係佢決定咗要做設計師咧。咁佢因為好知道要想點，即係或者佢當我係偶像，睇到呢個係我嘅目標，佢嘅人生嘅路可能佢要追隨我嗰條路。亦都佢喺學習嘅時期，同埋喺睇到我啲作品或者我嘅行為，或者我表現出嚟嘅係一個呢個係應該係追隨嘅一個無形嘅目標嚟嘅咁樣，所以一定要嚟我公司做嘢。咁亦都有個老師介紹，我就好信任，覺得呢個應該係有質素嘅年青人所去請啊。喺我哋公司嗰度睇到嚟到先知道我哋公司點做嘢噶嘛。咁嗰個時期係我公司嘅初創時期嚟嘅啫嘛。而一個兄弟班咧係一個最容易同師傅學習嘅一種環境嚟嘅。如果我發展到間公司係10幾人嘅時候咧，我可能已經係有啲我嘅下級，我嘅比較高、比較有經驗嘅設計師帶嗰啲師弟啦咁樣，咁未必係會容易向我學到嘢啊。咁佢係一個有咁嘅機會去，而係我哋嗰個創建我哋公司嘅時期咧，亦都係有一個好好嘅態度去經營我哋公司。我哋唔係唯利是圖嘅，我哋係要好專業，係要好有尊嚴，但係我哋要係有一個公平競爭嘅一種手法。我哋係點樣保護我哋自己，慢慢學嘅。我打工嘅時候，師傅都冇教我噶嘛。我哋香港呢個專業環境亦都係雖然已經發展咗10年啦，但係都仲係崇洋啦，外國公司比較好啦。我哋要用好大嘅氣力去掙扎，去求取我哋自己嘅專業嘅嗰個 goodwill， 即係我哋嗰個聲譽、商譽，同埋參加比賽，同埋點樣去對待啲客戶，同埋我哋點樣去參與行業嘅一啲推廣，譬如我設計師協會嘅工作，咁佢都睇到。咁我點樣去向海外交流，同埋點樣參加國際比賽，點樣攞到獎，同埋點樣去將香港設計帶去外國，點樣去拜會啲大師，同埋我啲偶像變咗我嘅朋友，即係咁呢啲係唔係我自己去啫，帶埋佢一齊去啊。咁有乜嘢機會？譬如外國邀請我去演講，我可能俾要求主辦方，我嘅演講分2半，俾埋邀請埋Freeman 去做一個又係一個演講咁樣，就變咗邀請我一個人變咗2個人。咁我係好俾機會俾我覺得係應該
可以勝任嘅呢個年青人啦。咁佢係其中一個好主動，同埋佢又係答應咗願意同我做呢個合夥人。我係更加係想佢係帶領佢去做呢個好似行我覺得應該行嘅路。所以設計師協會嘅工作，我退咗落嚟之後，佢冇幾耐，亦都我覺得係時候你應該參與行業嘅推廣。做完設計師協會嘅主席之外，又適逢我哋想 lobby 政府做一個推廣設計嘅設計中心，而係佢係組織咗，唔係淨係我哋自己會去 lobby，我哋組織咗幾個設計師嘅會喺香港組織成為總會。咁佢係一個嗰時嘅主要嘅聯絡人去組織嘅會，後尾亦都參與呢個總會好多事啊。咁設計中心成立咗之後，佢又初係有2個董事局嘅，做咗個民間嘅董事局嘅主席，依家就合併咗，依家係做副主席。咁依家都仲係啦，係我覺得佢係做得過多㗎啦，已經係應該係要放手㗎啦。咁就咁我覺得佢對我對佢影響可能係非常之深嘅，因為你睇到我啲腳步，同埋睇到我嗰個人嘅嗰個做人嘅態度，同埋嗰個做設計做創作嘅態度。譬如我係雙線發展我自己嘅人生，我有我嘅藝術事業，我未放棄過我自己做畫家，所以我係好多藝術活動，我好多個人嘅藝術創作。咁本來我一開始就係要做藝術家，而唔係做設計師嘅。咁劉少康同我有啲唔同，就係佢一開始就要做設計師嘅，但係佢因為受我感染咧，佢係到80年代中開始已經係有個人嘅藝術創作啦。佢揾到自己嘅喜愛，同埋覺得係有興趣嘅一啲藝術嘅範疇嘅一啲純藝術創作。咁呢方面亦都影響佢設計。好自然咁樣係發展咗佢嘅藝術事業咯。呢個係睇到係受佢影響嘅一啲，即係唔係話淨係做設計嘅專業嘅問題，係一個人生嘅發展嘅嗰度睇到啦。大家走嘅路同埋，就算好似藝術創作嗰方面咧，係幾唔同啦。我係唔中意。我作為一個老師咧，唔中意個學生同我一樣。咁我作為一個老闆咧，我都唔中意啲員工同我係完全一樣。我覺得係每一個都係一個獨立嘅個體，佢可以建立到佢自己個人嘅特質，即係呢方面啦。當然由一個賓主關係開始，但係其實係做拍檔，亦都嘅時段都應該比做賓主嘅時段長好多啦嚇。咁但係其實係唔係合作關係之外咧，我係好多生活上嘅關係，因為尤其是喺佢最初嚟我公司做嘢之後，到我係決定係佢係我嘅合夥人之後，即係80年代中至到90年代97前。嗰10幾年咧係我都係好多交流活動嘅，我都跑好多碼頭啊。佢差唔多都係大部分都喺我身邊嘅，即係亦都係最初做合作者，同埋我去刻意地培養嗰個時期咧，係差唔多好似一家人咁樣做嘢咯，即係一個親人咁樣做嘢有好多時係私人嘅問題啦，咁唔係設計嘅問題咧，都會顧及到咯。咁我有好多時佢都係好願意同埋好盡心咁樣為我做一啲即係唔係公司嘅事都有做嘅。咁你話1、2句説話嗰啲好難講，或者係點講咧？或者話到我70歲，即係3年前咯，我70歲，咁我想慶祝下70歲，因為人生70古來稀啊嘛。我阿爺影響咁大，佢都唔
冇70歲，唔夠70歲去咗咯，我都覺得好可惜。咁我能夠過70歲，我覺得係已經係一個好難得嘅人生。因為諗下，咦係咪點樣去紀念下呢樣嘢咧？咁樣咁佢一聽見咁講，佢就好積極咁去同我去揾好多即係後輩啊，或者佢自己點樣幫手去做一個好大型嘅活動。我覺得佢嘅主導同埋佢嘅出準嘅嘢係我都好感動啦。呢個合夥人係由即係我粉絲開始，而係刻意地同我度過一個佢自己咁重要嘅一個事業嘅生活裏邊，係形影不離咁樣。雖然係最近呢10幾年咧就見面見得少嘅，因為佢都係一個最搏殺、最黃金時代。我自己亦都係參與得太多呢個公眾事務同埋交流工作，咁各自跑嘅機會係好多，所以唔係好多時候見面。咁但係都成日都仲係一個親人咁樣，好似係一個仔大個咗，佢自己組織家庭點樣嘅情形咯嚇咁樣。咁所以頭先件事都唔係好有趣嘅啫，不過我覺得係一件值得我自己好滿足嘅一件事嚟。有一個咁嘅個人個展咧係好難得，喺香港好少藝術家或者設計師咧係能夠有一個官辦嘅一個大嘅個展呢個。咁當然喺海外都難啦，即係好似我其實我有一個機會喺海外做個展咧，有時候我都唔係一定要個展啦，揾埋劉少康一齊展啦咁樣，即係咁嘅態度。但係喺香港，我覺得特別缺少呢種即係官方去向一個個人嘅一個致敬啦。咁尤其設計界設計喺香港過去喺歷史上最近呢40年啦，由60年代起就已經係啦40年啦嚇。咁去向設計師致敬嘅展覽係淨係文化博物館做得多咯，即係呢個應該係第4個啦嚇。咁係太少啦。你哋文化博物館都開館10幾年啦嚇，咁可以做翻多啲嘅嚇。咁勉勵年青人係，我覺得我自己對我嘅人生咧係有個夢想啦。雖然我嘅設計師唔係我嘅夢想嚟嘅，係花紅嚟嘅，係無心插柳嘅嚇。即係我嘅理想做畫家咁我依家都仲追求緊呢種個夢想未曾達到目標咯。咁我相信劉少康佢都係有夢想嘅人啊，都係想做一個好出色嘅設計師。呢個目標係好清晰嚇，咁一路做到都已經做咗咁多年啦。佢係如果係講緊80年代初開始30幾年啊嘛，超過30年咁我相信佢仲會係一路做落去，但係我係做到幾時我唔知啦。但係嗰個都係一個係總結嘅時候啦。咁如果你有夢想而真係係追夢，好努力咁追夢，同埋係啦，有夢想應該係可以成真㗎啦。即係大家年青人都係希望自己有一個尋夢嘅態度。